罗马书第12章第9到21节。罗马书，听着无假，万分歹，千分好。听兄弟着相相亲爱，正常人着请垂尊。论温群，毋通贫惰；论心智着立德；论主着服侍。你应望着欢喜，你患难着吞忍，你祈祷着常常。圣徒所欠亏的，着供应予伊；出外人着致意好款待伊。困着恁的，着甲伊祝福，着祝福，目的救助。甲三欢喜的人三欢喜，甲祈求的人三个祈求。三款待着从一样的心，心智目的好高，着出足卑微的目的，掠家己做有知识，目的王歹报歹，以正人的面前着图谋，才会好事。若会得通甲兄弟和，就尽力甲因和。所听的兄弟啊，目的家己成愿，着忍气较好。因为有记载讲，主讲，成愿在你我要报应伊。若是你会对着腰，就互伊食；喙焦，就互伊啉。因为安尼是将热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目的互歹较赢，着往好较赢歹。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礼拜咱有提起保罗先生，毋也是敢重视咱的信心，也非常重视咱有这款的信心了后，爱活出什么款的行为。今仔日咱要继续来看保罗安怎具体教导咱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互人看到你的行为，会通归荣光伫上帝。拄则咱金融长老为咱所读罗马人书12章第9节到21节，是保罗对着一个基督徒，伊伫教会内部，甲伫教会外，对着人应该有甚物款具体的态度，以及具体的做法，才会通互人知基督徒的性命真正有疼。无论是伫教会内，也是伫教会外，基督徒行为介悬的指导原则，就是疼。若无有疼，人袂通认出你是基督徒。无论是面对上帝、面对你家己、面对教会内的兄弟姊妹，也是教会外的朋友，疼拢应该会通得到适当的表达。保罗先生伫这段经文中间，拄要甲咱讲，伫各种无共款的处境中间，疼应该安怎来表达？其中第9节到16节。你讲的就是伫教会内部，咱应该安怎来实践疼？然后对伫17节到21节，你讲伫教会外，咱应该安怎来实践咱的疼？疼爱互延伸，疼嘛爱互超越，疼毋也是伫教会内，疼嘛爱到伫教会外。那保罗介起头就讲，疼就无假，疼袂使有虚假，虚假的疼，这是疼的否定。咱疼，因为上帝疼咱。咱若是因为上帝疼咱的缘故来疼人，那安尼咱的疼就是真实。对上帝来的疼，就是无欢喜不义，只欢喜真理。疼既然甲真理三角做伙，那安尼任何虚假的作为，拢是对疼的迫害，对疼的否定。只有真实的疼，才会通建立真实的关系。虚假的疼，最后会破坏咱已经建立的关系。咱看福音书内面，常常耶稣对一个人拢非常真好，总是有指责这种的人。这种的人就是法利赛人。耶稣指责这个法利赛人，是因为因假冒为善，就是讲因带着虚假的面貌来敬拜上帝，来到伫上帝面前，还佫带着一个假冒的面具。因甲别人互相交往，嘛带着一个假冒的面具，所以耶稣指责因。
真实的疼，才会通带来真实的改变。伫美国有一个足出名的报道家叫做穆迪，伊带领非常侪人来信主，所以人就问伊讲，有啥物款的原因，你会通遮尔成功带领遮侪人？伊安尼讲，伊讲我敢做一项事，就是我要传道理互伊，我就先疼伊。若是我规日敢若要批评伊、责备伊、看轻伊，我就无可能得到伊。真实的疼，才会通引带人来认捌耶稣基督。所以伊常常祈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对某物兄弟、对某物姊妹有真实的疼，互我会通将你放伫我心内这个真实的疼，转变成做我对着伊的负担。兄弟姊妹，咱相信耶稣，敢毋是因为咱相信耶稣真正疼咱？咱亲近上帝。敢毋是因为咱相信上帝是真实的疼，所以保罗先生讲到疼，伊第一点就特别提起疼就爱真，毋通有任何虚假。当你有虚假的时阵，你是咧否定你的疼。但因为这个疼是一个真理，所以这款的疼会要求咱做一项事，要求咱对着善甲恶、是甲非，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咱就爱讨厌恶的物件，因为这恶的物件甲上帝的旨意相违背。咱就爱欢喜亲近好的物件、良善的代志，因为这是甲上帝的旨意相接近。所以基督徒啊，咱毋是讲袂犯罪，总是当咱每一摆犯罪时阵，咱会感觉真艰苦心。圣神伫咱的心内咧甲咱讲，就爱离这无好的代志愈来愈远。当咱做一项对的代志。好的代志的时阵，咱的心会感觉欢喜，这是要甲咱讲，咱就愈来愈亲近神，疼会互咱对着善恶采取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他因为疼缘故，所以保罗讲伫教会内面，咱疼兄弟甲姊妹，就彼此相亲爱。你若疼一个人，自然而然你会关心伊，你会想要甲伊建立一个亲密、互相疼惜的关系。教会是啥物货？教会会通对真侪无同款的角度来了解伊，总是教会有一个最要紧的，就是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是一个疼的大家庭。这个家庭内面的兄弟姊妹应该彼此相疼，毋是相敬如宾。咱每一届伫教会内面看到咱的兄弟姊妹，咱自然而然有种亲切的感情，咱要表达上帝对咱的疼，像是咱期待也通看到上帝对着伊的疼。咱每一届主日礼拜时阵，咱拢会行平安礼。当咱看到甲咱同齐来敬拜教会这个兄弟姊妹，咱心内自然而然有一种亲切的感情。咱想要甲伊讲一句话，咱想要甲伊拍一个招呼，这拢是咱非常自然而然一种感情的流露。咱的教会嘛有一个关怀部，每一个礼拜，咱关怀部的同工拢会敲电话。也是亲自去拜访，才会需要关心的三个家庭。除了这以外，教会若有啥物人拄着特别恶担当的代志，咱会互相彼此关怀。这拢是教会伫教会内面咱应该做的代志。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咱相信疼，才是这个家庭内面应该有的德行。但因为疼缘故，所以咱也学习互相尊重。所以保罗讲，咱敬重人。着三推尊，敬重是表明咱内心有一种谦卑的态度，所以咱对着人会通表达咱应该有的一个尊重。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伊的地位，无论伊的学问，无论伊各方面这个其他的条件，其中非常要紧的，就是咱知影一项事，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照着伊家己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每一个人拢有尊严，而这个尊严，你就爱甲伊尊重。你尊重伊，是代表你尊重上帝；你看轻伊，是你咧看轻上帝。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救赎得来，所以你就疼惜伊。你疼惜伊，是因为你疼惜耶稣基督。你若看轻伊，你是看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对着人，咱要有一个恭敬的态度。所以，因为有恭敬的态度，知影尊敬别人，所以咱做代志会通知影为着别人来设想。做任何代志，咱有礼貌，会先考虑别人，毋是先考虑着家己。
有好的机会时阵，咱欢喜生服别人，毋是甲别人伫相济。也因为听缘故，所以咱也欢喜来服侍主，常时来服侍人。而且服侍时阵，咱认真负责任，咱的态度非常的温驯，袂有分断。圣经从来无叫咱着分断，所以一个分断的人，袂通得到上帝欢喜。咱的内心充满了热情，这个内心充满了热情，这个英文的翻译有时阵该翻做 "ferment in spirit"， 也是该翻做 "zeal in the spirit"。咱会通该翻译讲，伫圣心内面的火热。或是过来讲，即句话要强调是讲，咱的心和圣神伫咱内面念到一种属灵的热情，即种的热情，即种的快乐，即种的热情，互咱会通有快乐去做一个代志。热情敢若亲像火，会通点到咱献伫上帝面前的祭物。如果若欠过即种的火，那安尼咱所献伫上帝的，就是冷冷嘛冰机啊，亲像冷冷冰冰。亲像无冷无烧的一个祭物，但即种的祭物，上帝袂欢喜。启示录记载，搁我的主，因为老地甲教会欠缺的情，做代志无冷无烧，服侍起来无冷无热，所以该即笔讲，恁着说你，恁若继续安尼落去，我要将恁对我的嘴甲你吐出去。这敢毋是上帝对着一寡无冷无烧的基督徒一种的责备？那安尼咱敢毋是非常的可惜？敢毋是非常的可悲？咱欢喜奉献，总是咱奉献了无冷无热；咱欢喜奉献，咱欢喜侍奉，总是咱无冷无烧。因为咱的情无够，诚做上帝所厌恶的。咱着爱谨慎一项事，毋是讲我有啥物款的奉献，上帝就爱甲我接受；毋是我有啥物款的祭物，上帝你就爱收。毋是，圣经毋是安尼甲咱教。圣经互咱看起第一对兄弟阿伯甲该阮，两个人拢有献祭。阿伯献祭，该阮嘛献祭，所以圣经讲了非常的清楚。耶和华看顾阿伯甲着伊的礼物，总是无管顾该阮甲伊的礼物，是安怎？是安那看重阿伯，无看重该阮，兼是其中一个足重的理由。阿伯献祭时阵，用伊心的热情来献；但是该阮虽望有献祭，总是欠缺一种疼的热情。咱看咱的主耶稣基督，伊对着天父上帝有正大的热情。约翰福音书第2章17节安尼讲：我为着你的厝，为着圣殿，我的心内亲像火在倒，亲像咧火倒一样。使徒行传内面提起到有一个人，伊名叫做阿波罗，伊听起耶稣基督的道，伊的心就开始火热，伊将耶稣的代志甲侪人谈论。阿波罗真有知识，真有才华，总是伊互人纪念的，毋是伊知识甲才华，是伊有一粒火热的心。欢喜传讲耶稣基督的信息，有知识真好，你圣经真捌真好，你有属灵的才华真好，总是咱爱记这一项事，知识互人自高自大，独独真实听的热情，才会通来造就人。如果一个人有好的知识，常时阁有好的热情，那安尼伊服侍就得到上帝的欢喜。奥古斯丁就是这款的人，伊真有学问。伊口才一流，辩才无碍，总是长夜的信主进程，伊总是感觉伊的学问敢若是非常的虚空，就是伊捌真侪，大家该学了，伊永远感觉心非常的虚空，伊感觉这物件到伫落尾实在是无啥物价值，总是当伊信主了后，有正大无共款的所在，伊开始对着伊这学问有一个非常火热的心，伊用这个火热的心，将伊原本所捌的，甲着圣经互伊的启示，三甲结连做伙，伊所写的册。落尾就影响后代的基督徒，到伫今仔日，兄弟姊妹，咱爱追求财物，总是比这个财物搁较要紧的，就是咱爱对着咱的上帝有一个火热的心。但因为这款的疼，所以保罗先生讲，恁会通有愿望，常时恁伫愿望中间着欢喜。咱就知上帝对咱的应允，因为咱捌上帝对咱的应允，所以咱的心开始产生对着未来的一个愿望。这款的愿望也会通互咱常常保持咱内心的喜乐。愿望是咱行往未来，是欢喜的心行往未来一种的动力。总是有的时阵，咱会拄着患难，所以保罗讲，伫患难中间恁着吞忍。无人伫这个世间无拄着患难，也是讲这个世间拄着患难，
有的时阵对咱来讲是一个要紧的物件。忍耐是五望的艺术。一个人若将来毋捌拄着这个患难、这个苦难，伊就无法度生出这种忍耐、这种的美德。所以，上帝互苦难、引准苦难伫这个世间，是希望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的人生生命中间，会通有一种的美德。这种的美德叫做忍耐，叫做吞忍。所以，伫五望中间欢喜，伫患难中间吞忍，这两个袂通分开。因为如果咱将咱的五望是放伫上帝的应允，那呢，这个时阵，视望眼前，咱拄着苦难，咱拄着患难，咱犹原会通有吞忍。伫患难环境中间，因为咱五望上帝呼但的应允，咱犹原会通欢欢喜喜。但要保持咱伫五望中间欢喜，伫患难中间会通吞忍，其中有一个最要紧的，就是爱祈祷。你若有疼，你会想要祈祷。保罗先生讲，祈祷就爱常常，无论是伫顺境也是逆境，无论咱心境是欢喜也是拄着艰苦，咱拢着祈祷。常时爱常常祈祷。祈祷是一个秘诀，祈祷是一个特权，祈祷是一个管道。上帝通过祈祷，要互咱，要互伊的快乐，要互伊的祝福临到伫咱的生命内底。上帝对着这些代志的应允，是通过咱的祈祷。祈祷，互咱会通行往上帝所应允的将来。祈祷会通帮助咱得到快乐，行过咱眼前所拄着的艰难。祈祷就是互上帝的旨意成全伫咱的生命内底。什么时阵咱开始祈祷？什么时阵迄个通成全上帝美好旨意的快乐就开始咧运作？什么时阵咱停止祈祷？迄个快乐伫个时阵也暂时停止运作。常常祈祷是互咱会通保持咱永远活伫上帝美好旨意中间一个介重要一个秘诀。也因为咱有听的缘故，所以保罗讲，咱若看到圣徒，这个所在圣徒，毋是讲你是perfect， 你是完美的一个道德的人，毋是。这个圣徒是讲上帝将你分别出来的人。圣徒若有欠缺，咱就爱帮补啊。这个所在台语的圣经是甲犯罪讲，你若拄着欠缺，就攻击伊，就是甲伊分享。伊若欠食物，互伊食物；伊若欠一寡金钱，用一寡金钱来帮助伊；伊若欠一寡物资，用一寡物资来协助伊。帮补就是互咱会通互相来分享上帝互咱的物件。所以因为听缘故，所以咱欢喜去帮助人。上帝若互你较济，你就愈爱帮助人较济。毋是上帝互你食，干那要互你享受。咱会记即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你爱真做别人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是真做别人的祝福的一个人。伊介大祝福，就是伊会通真做别人的祝福。也因为听缘故，咱也是帮助一寡需要的兄弟姊妹；也因为听缘故，咱对着一寡出外人，就注意来好款待。出外人到伫一个清楚的所在，加减拢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所以特别是伫古早。这个出外，因为有强盗，也因为当初时旅馆非常的济，佫无安全，所以若是你出外时阵，特别需要一寡人会通甲你接待，慷慨来接待人客，这是种信用的美德。所以伫旧约圣经中间有几个所在记载，有人因为接待着人客，真心来款待伊，结果伊接待着天使。所以希伯来书第13章第1节到第2节，甲咱讲一项事。你若有机会去接待出外的人，接待人客时阵，你会记住，你伫不知不觉中间，你可能会通接待到天使。但兄弟姊妹，接待人客、接待出外的人，这是一个疼的表现。我伫遮也特别甲咱感谢当前当我来到这个所在，也搁真侪所在清楚。我感谢咱教会真侪兄弟姊妹互我的帮衬，我感觉伫这个所在会温暖。多谢恁对着我的慷慨。但除了这以外，因为听的缘故，咱加减有当时会拄着一寡困扰咱的人，讲话对咱无客气的人，还是随便甲咱责备的人。保罗先生讲，当你伫教会内面拄着这个人，你要安怎？伊安尼讲，困着你的，你就甲伊祝福，着祝福，唔通甲伊咒诅。咱拄着迫害，咱拄着冷漠，咱拄着无公平的对待，咱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受气。
咱想要报复，咱对咱的心开始产生一寡咒诅。总是一个内心有上帝疼的人，毋是安尼。内心有上帝疼的人，伊是开始用慈悲甲宽容的态度面对这会迫害你的人、敌对你的人。这种的态度是要显明疼，真实的疼是包容。若无包容在内，这个疼就毋是真实的疼。这个态度嘛是要表明一种真理疼是赦免。若无真实的疼免，这个疼就毋是真实的疼。但这个意思毋是讲咱白白互人甲咱欺负，人安尼甲咱欺负，咱拢袂要紧，毋是。意思毋是安尼。这个意思是要讲，咱是用疼的关度，用疼的尺度来回应，才会对着咱无礼貌，也是对着咱刻意攻击咱的人，用疼的关度来回对应。但也因为疼的缘故，所以保罗讲，你会拄着一寡人，伫教会内底遮尔侪人，有的人这个时阵咧欢喜，有的人这个时阵咧忧伤。保罗讲，你着甲欢喜的人同齐欢喜，甲啼哭的人同齐啼哭。伫基督内面，咱拢是共款一个身体，是一个身体中间的机体。所以若是一个机体受苦，大家同齐咧受苦；一个机体若得到阳光，大家同齐快乐。甲欢喜的人同齐欢喜，就是用积极的态度来参与伫因的欢喜。因若有成就，甲伊恭贺；因若厝内底有欢喜的代志，甲伊祝福。若是伊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promotion 得到这个伊的生意做了真好，还是地位摕较悬，伊有真好才会表现，咱特别来分享因有的快乐。当你甲人分享人的快乐的时阵，这个欢喜就会通来加倍。总是伫教会内面，拢毋是干那欢喜的人，嘛有一寡啼哭的人、忧伤的人。保罗讲，就甲啼哭的人同齐啼哭，甲因同齐积极用积极的态度，甲因同齐来担当因所拄着的忧伤，甲因的痛苦，来表达咱内心对着因真实的同情甲安慰。那安尼，咱就会通甲因同齐来分担因的痛苦，或者个痛苦会通减薄。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所要强调的是讲，真实的疼会通笑，真实的疼会通哭。一个有真实的疼的人会笑，嘛会哭。笑的时阵是出自真心的笑，哭的时阵是真正的哭。也因为疼缘故，所以咱甲咱的兄弟姊妹，咱就爱三共款有共款的心。咱的心志目的好高，咱就爱迁就，也是讲着爱接受卑微的人。既然咱拢是属地一个大家庭，咱就要有共心，要有共款的意向，有共同的目标。咱所做的所有的决定，就要团结一致来向前来跑走。伫一间教会内底，咱前个已经有提起，温数无共款，有人温数多，有人温数少，有人温数大，有人温数这个低。咱的能力嘛无共款，咱的专长嘛无共款，咱的中间嘛有人社会地位非常悬的人，嘛有社会真普通的人，温数多、能力强、地位悬的人，保罗甲你讲，唔通志气高大，唔通看家己伤过悬，就用感谢的心来领受上帝予你的温数，也特别唔通骄傲自大。反倒等，你若认为你家己有能力，你若感觉上帝予你真大的温数，你愈就爱谦卑，用你的谦卑来关心、赏识、来迁就遐的能力，你看比你较弱、地位比你较卑微的人。兄弟姊妹，咱来记住，圣经对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拢讲一项事：上帝欢喜谦卑的人，上帝抵挡骄傲的人。什么时阵？因为你的能力较悬。你的地位较悬，你的钱财较济，你骄傲，你就斟酌，你就势利，因为上帝要审判你。一个谦卑的人，就要学习耶稣基督好的款式。耶稣是咱的老师，耶稣是咱的主。总是这位老师、这位主，却为着学生洗脚。咱的主是屈下落去的主，咱的主是会通为着学生洗脚的主。伊为着学生洗脚，为着咱留下一个介好的一个典范。咱伫耶稣的身上，咱就爱学习这种的谦卑。然后也因为疼爱缘故，所以咱唔通掠家己最聪明。咱来提醒咱家己，
聪明反比聪明误，毋通一直认为讲咱拢是对的，我比你较聪明，所以我做的判断拢是正确的。别人的意见拢听袂落去，咱就会通听别人的意见。若是咱的意见真正比较好，咱就要有够额的理由，通说服别人来接受咱的意见。啊，特别咱毋通认为讲别人的意见的确拢比我的较无好的。咱若家己认为聪明，就爱愈敬畏上帝，才会通伫上帝所赏赐的地位中间来善用你的聪明。圣经讲，所罗门真有智慧，但是所罗门到日落尾，伊嘛犯错。介有智慧的人，也有可能犯错。甘地先生在读册的时阵，有拄到一个老师，这个老师伊认为家己非常的聪明。伊是白人，所以看轻对亚洲来的人，特别看轻印度人。甘地佫生了乌乌，所以特别看伊无起。有一日，这个教授伫餐厅咧食饭，这个甘地嘛到迄个餐厅食饭，伊摕迄个盘来到伫坐伊这个教授的边啊。这个教授就甲伊讲：甘地啊，你敢有了解？一只猪甲一只鸟袂通做伙食物件？甘地笑笑对伊讲：教授，你免烦恼，我这只鸟连咪就袂走。讲了后，甘地伊就摕伊的盘然后到别个所在去坐。过几日了，这个教授伫课堂内面佫拄着甘地，伊就甘地问一个问题：讲你若伫路人顶悬，看到有两袋物件，一袋物件底的是智慧，第二个物件底的是金钱，当你会选倒一袋？甘地讲：我当然嘛选有金钱迄袋。这个教授讲：你有够牛讲，若是我会选智慧迄个袋啊。甘地讲：哦，是安尼哦。我认为每一个人拢应该摕伊家己无的物件，毋通掠家己最聪明，因为有可能别人比你较聪明。听会缘故，所以咱的心对着一寡对咱无礼貌、对着咱讲话无下伫咱听的人，是讲甚至对着咱做毋对代志的人，咱的心无报复。当别人对着咱做无好，也是甚至伤害咱的行为的时阵，毋通用同款的歹意，也是用同款无好的态度来回应因，就用宽容甲仁慈的态度来回应。当你安尼做的时阵，你若是无用你的手去加害别人，最要紧的是你的心无留怨毒。你甚至毋若无留怨毒，你出伫你的心来祝福遐个人，互遐个人会通对你产生损失，对你产生伤害，总是你有缘祝福伊，这是表明你这种听的高度。这当然需要非常悬一种的 EQ， 会通管理你心中的受气甲怨气。这对每一个人来讲，拢非常困难的功课。但是基督徒拄着爱做这个代志，通过上帝所赏赐咱的恩典，通过上帝所赏赐咱的听，咱毋是做袂到，咱有缘做会到。介无，咱会通过祈祷，互咱心内若别人对咱做毋对，伤害咱什，咱心内这个怨气，咱会通伫祈祷中间先来放下。相信咱会通为着对方来祈祷。当你有法度为着对方来祈祷的时阵，你就会通帮助这个人真正得到上帝的帮助。因为听的缘故，所以咱伫人的中间，咱伫正人的面前，要多无好事，毋是关心家己的代志。基督徒毋通真做一个自私的人，你所关心的拢你家己的代志。基督徒爱关心公众的代志，关心公众的代志。有时阵咱欢喜做志工，咱付出咱的时间、能力来帮助别人，来促进和平，来关心一寡弱势的人。这拢是种疼心的一个表现。总是基督徒做这代志的时阵，有一个足清楚的态度。我毋是要积功德，我所做这的是咧回应上帝给我的恩。我做这代志是希望我小小的生命、卑微的生命会通荣耀上帝。所以因为听的缘故，咱基督徒会追求和平。保罗先生继续讲，若会通就甲正人和，就是尽力伫这个所在甲别人追求和平，尽力去建立一个和平的一个环境，甲人建立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避免无必要的冲突甲争执。咱会去记住对咱所讲的话。互咱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但也因为听的缘故，
保罗先生继续讲，毋通为着家己心愿，得爱忍气较好，因为记载讲，主讲心愿在伫我，我要报应伊。当咱拄着受困的代志，咱有冤仇，咱心内真艰苦的时阵，咱受着足大伤害，咱拢有一种报复的念头。所以伫咱这时阵，咱心内所想的，可能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旧约的报复的原则。总是毋是新约，新约无安尼甲咱教，新约无甲咱讲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时阵咱心内所想的是讲，君主报仇3年无换，这是对咱的民俗内底甲咱教的。你若要报仇，不要紧，慢慢啊来，3档就不要紧，10档嘛不要紧。咱还有一句话讲，地球是圆的，大家相拄会着啊。这个时阵你给我记的。这个意念常常伫咱心内有苦毒的时阵，咱受着伤的时阵。咱会闪过这个念头伫咱的脑海中间，咱希望对方会受到恶报。都是圣经却非常甲咱清楚解释这样事，毋通为着家己心愿，是安怎要安尼讲？因为圣经强调一项事，公义的审判在你上帝。当你为着要家己心愿的时阵，你是要将这个公义的审判的权放伫你家己本身。你是将上帝的权放伫你家己本身。当你安尼做的时阵，你是无尊重迄个审判的主。所以咱无为着家己伸冤，毋是咱无要伸冤，咱是伫主的面前伸冤。咱伫主的面前，将咱的土气，将咱的艰苦甲主讲，互主替咱伸冤。因为这段经文讲了非常的清楚，主的确伸冤，伸冤在伫我，我的确报应伊。在这时阵，咱想要报复。但是咱无法度拿捏，咱无法度准则迄个公义，所以咱常常咱要报复别人的时阵，拢会加倍奉还，加倍奉还了后，咱就失去公义。所以为了避免咱用家己的力量、家己的方法来报复，也是来伸冤。保罗先生伫这所在，甲咱教一个要紧的道理，伊讲：你着爱让开一步，你着爱忍气，暂时让开一步，将这项代志交予上帝。毋是无要伸冤，是互上帝替你来主持公义。相信上帝比咱较公义，咱袂通比上帝更较公义。上帝照伊的时间，照伊的方法来支持公义，来报应迄个行不义的人。上帝对迄个不义的人，嘛会通有怜悯的心，会通互伊机会来改变，敢毋是？若是这个人无继续改变的时阵，上帝的确伊的刑罚会临到伊。事实上，这个建议是好的。因为咱家想，若有人欺负你，你想要报复，你的能力无拄有够力去报复迄个欺负你的人，所以你要报复，你颠倒是愈死愈惨。总是你无能力通报复，上帝公义的能力会通为你来伸冤。所以当你要报复的代志交予公义的上帝的时阵，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转变伫你的心内，你的内心就无互这个怨气，无互这个仇恨甲你占满。人讲。仇恨的心就敢若亲像毒药。你若每一天伫你的心内底，拢咧怨气，拢咧咒诅迄个对方，你就是每一天咧啉一喙的毒药。然后你每一天啉，你希望对方毒会死，可能对方无毒死，你家己先毒死，敢毋是？互你的心无有仇恨，这是一种信仰的智慧。什么时阵你的心若有仇恨，什么时阵你已经输啊？什么时阵你已经陷入一种邪恶内底，邪恶的溃烂中间？当兄弟姊妹，这是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互咱一个足要紧的一个教示，因为伫咱人甲人中间相处，难免会拄到这款的代志。但保罗先生佫继续讲，若是你的对敌，若是枵，你就互伊食；若是伊喙焦，你就互伊啉，因为惊安尼是将热烈的火炭踏伫伊的头壳顶。那这句话是对箴言第25章21节到22节来。每一个人拢有生活上基本的需要，咱枵就想要食，喙焦就想要啉。你有这款的需要，你的对敌嘛同款有这款的需要。所以当你的对敌伫伊日常生活中间有这款的需要，有这款的欠缺时阵，你唔通踢掉你怜悯的心。你嘛讲这是我的对敌，所以我无要帮助你。也千万唔当伫伊落难的时阵落井下石。反倒等保罗讲，你着提供因的需要，
互因会通继续生活落去。当你安尼做的时阵，保罗讲，你就是介好的报复，因为你是将火炭踏伫伊的头壳顶。即句话咱才学得了解，总是咱若倒去到伫犹太人的文化文明内底，咱会通了解，什么叫做火炭？火炭是一个象征，伊是象征报复，也是一个刑罚。诗篇11篇第6节，诗人安尼讲：上帝要对着恶人，才会刑罚，就是将火炭、将硫磺、将焰火，成做因杯中的分。诗篇18篇第7节安尼讲：当上帝受气的时阵，地就震动，对伊的嘴发出火来烧，上时连火炭也倒起来。这是代表火炭，代表上帝的一个刑罚要行动。140篇第9节到10节会安尼讲：凡迄个火炭落伫遐对敌的身上，原因火火来吞灭。这个经文拢咧描写这诗人当伊心内或者拄着这伤害时阵，讲袂出吐气的时阵，因咧期待这样事，上帝来审判。所以火炭成做一个审判的一个记号。当火炭代表上帝对着歹所行的一个报应甲审判，将火炭踏伫对敌的头壳顶，就是讲上帝当咧审判因，上是互对方羞愧交加，就讲见笑甲无法度举头起来。那箴言伫即句话下面，伊佫加一句，伊讲耶和华也要赏赐你。我即句讲，上帝毋也是临当利用即款的方法来报复你，就是你枵的时阵互伊食，最大的时阵互伊啉，伊需要的时阵你攻击伊，用即款的方法来报复伊，互对方感觉非常见笑甲无地自容。上时也因为你采取即款的报复的方法，互你完成你的报复，也佮要赏赐你，因为你用上帝的方法，毋是用你家己的方法，你是用听的方法，毋是用受恩的方法。这是圣经内面足特别的教示，就是咱安怎对待遐歹款待咱的人。但也因为听缘故，所以咱有一个决志，咱有一种的决心。这个决心是啥物货？就是咱无要互歹较赢，咱要用好来赢过歹。当咱若是用受恩的方法来报复的时阵，咱是用歹来报歹，咱的心已经去互歹较赢。咱原本对人无有仇恨。总是因为人伤害咱，所以咱开始有仇恨。咱开始用仇恨的方法，伫这个所在要报复。那安尼，撒旦就有机会伫咱的心内煽动咱心内仇恨，或者个仇恨继续踮伫你的心内。咱愈想要报复，仇恨的心就愈占据咱的心，直到咱完全互这个歹所征服。歹原本是外面的所在，伫对方的身上，总是因为伤害着你，所以这个歹。成功对伊的身上刷到伫你的身上，对伊的心内刷到伫你的心内，也互你成做歹的工具。所以，当你用歹报歹的时阵，你已经成做歹的工具，你已经成做歹的一个团队的工具。咱也甲其他人的关系，也着陷入这种歹的循环内底。歹成做主宰伫人甲人中间关系的主人。兄弟姊妹。圣经无爱安尼，圣经要教示咱来讲，人甲人中间迄个主导的力量，毋是歹，毋是邪恶，是良善，是疼。圣经教示咱报复方法，就是用好来赢过歹，无互歹有任何机会继续占据你的心，继续伫即个所在咧添生炭。但用疼甲慈悲来对待咱的对敌，毋也是互通这对敌感受到见笑，也是后悔。激发因的良心来改变的态度，来离开这个歹，来行好。更较重要的，就是咱的内心无互歹较赢。咱是用好来赢过歹，就通阻止这个歹继续蔓延，继续伫这个所在咧主导人甲人中间的关系。这是耶稣伫登山宝训内面介悬的一个教导。你着听，你的对敌。这嘛是对任何一个欢喜跟对耶稣的人一个足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对着咱来讲真困难，总是耶稣安尼挑战你，你着听，你的对敌，是毋是拢要做袂到？毋是，有人真正做会到。有一个日本人，伊名叫做井上遗之助，伊诺乌诶，伊诺斯克，毋知我读了对无？吼，爱请咱伯伯给我纠正一下。但这个日本人，伊的爸爸。
来到伫台湾，迄阵日本占领台湾，殖民台湾。伊老爸是即个做樟脑丸樟脑伊是一个职员。伫1907年的时阵，伊互台湾的原住民甲伊出草，将伊头割掉。迄个时阵，即个青年人伊之助，伊伫普林斯顿咧读册，伊咧读神学院。当伊听到伊老爸互人安尼杀死了后，非常的艰苦，因为疼老爸，老爸嘛疼伊，所以一直流目屎，感觉无法度活落去。当时伊是一个神学生伫 Princeton， 所以迄个时阵，上帝话出现伫伊的心内，有两句话，伊安尼讲，迄两句话对我来讲非常的宝贵。第一句话是耶稣所讲的，两只触鸟啊，敢毋是卖1分钱？意思讲无啥物价值，1分钱你倒买2只鸟啊。总是若是天父无应准，一只也袂通拍落甲伫涂骹。连触鸟啊，天父上帝嘛看过。上帝若无应准，这样代志袂发生。总是若上帝应准，到底是安怎应准？伊也咧找答案。另外一句话，就是咱今仔日伫遮所讲的，就听你的对答。以前伊甲台湾的原住民无对答，总是即个时阵，伊开始有对答。伊的心内怨恨遐开始，伊老爸才会对答。真上伊之主，伊决心要照耶稣的教示来行，所以伊将伊神学院的课程完成，然后搁去读医学院。1981年，就是伊老爸过身了4冬，伊来到伫台湾，伊要来报仇。伊到伫原住民的所在开始医疗团队，伊伫新竹、伫雾社、伫罗东设立山地医疗的工作站。伊规世人对迄个时阵开始，拢为着台湾的原住民来做这款服务，也因为这款缘故，感动袂少台湾的原住民来信耶稣。当这原住民问讲：你是安尼要来阮中间来做医生？伊讲：我为了报仇，我为着报我老爸仇，所以我来这个所在。伊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来报仇，是照耶稣的教示来报仇，毋是照伊家己的方法来报仇。以上伊主安尼讲，上帝永远做肥料，要复兴的种子伫台湾山地部落内底来结实来长大。兄弟姊妹，只有这款的疼，会通改变咱家己本身，也通改变别人。当然，伫美国生活，咱拢知美国有一个出名的人，叫做金恩博士，也因为缘故，有一日会特别纪念日。金恩博士。伊互人感动的所在，嘛是伊欢喜照耶稣这个教示，听你的对答。伫当初时，美国白人甲黑人这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时阵，伊做这项代志。金恩博士有一个信念，伊是一个牧师，所以有一个听的信念。伊讲，只有听，才会当防止被压制的人，成做迄个压制者的一个缩影。做这时阵受压制的人。咧效法迄个压制伊的人，伊讲只有听，才会通互别人的心变了如冷；同时，只有听，才会通防止伫咱咧追求自由过程中间，黑人的心变做光的。只有听非暴力的原则，才会通阻止咱黑人变做另外一个压制别人的一个统治者。要用听来赢过仇恨，要用好来赢过歹。咱必须要超越咱自我中心这种旧我的生命，咱得要学习伫圣神顶头生了新的生命，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反映出上帝的疼甲伊的良善，这是真做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上帝是疼，上帝的快乐是善的快乐，上帝儿女所要活出来这种疼的快乐。1964年。金恩博士当初是接受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伫迄个时阵，又讲一句话，伊安尼讲：我所有学习，拢是对耶稣基督登山宝训来。当岁月消失，当真理的光聚集伫咱生活灿烂的年代，无论是查甫人，也是查某人会知，咱的儿女也被教育讲，咱今仔日会通生活伫一块更较美好的土地。有更较优秀的人民，有较高尚的文明，是因为有一群上帝儿女，
欢喜甘愿为着义、为着疼来受迫害。当兄弟姊妹，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12章第9节到21节，用咱来说明基督的疼的真理。指点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应该有的疼的行为，用疼来疼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用疼来疼教会外的朋友，用疼来疼迄个关心咱的人，也用疼来关心迄个迫害咱的人。这种的疼是对上帝的疼来，也只有这种的疼会通改变咱的生命。毋但是改变咱的生命，也通改变别人的生命。这种的疼，才会通丰富咱的生命内容，也会通丰富别人生命内容。这种的疼是基督徒的记号，这种的疼是耶稣基督教示咱爱去疼的。这种的疼，才会通互咱的内心带来真实永远的平安。这里哩写了章艺术，顶悬是平安，中央该合作伙看，就是这个疼，疼才会通带来永远的平安。但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中间，别人会当看到这种的疼吗？伫你的生命内面，伫你的家庭内面，伫你工作的职场内面，你有咧实践这款的疼无？当你愿意伫咱的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内面，同齐来实践这款的疼无？若有，咱教会会得到上帝欢喜；若无，咱来记住，咱的主。会将咱对伊的嘴，甲咱吐出去，请咱当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通过你所听的囝耶稣基督，你赏赐阮你的听，你真正是听，让阮积好的罪人也会通得到你的听。为着你互阮真实的听，我要献上阮的感谢伫你的面前。天父上帝，你爱阮得到你的听。也会通向人分享你的听，你互阮介大的诫命，就是听。你的囝耶稣基督也安尼明明教示阮讲，恁着彼此相听。赦免阮，因为这时阵阮相听无够业，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彼此相听。互你所听的 CTPC 这间教会，成做一间听的教会。互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到这间教会。拢会通见证一项事，伫这个所在，因经验着上帝听，因为伫这个所在有一群彼此相听的兄弟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耶稣的爱，经历
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